小份啊，小份啊，冇小份用我打電係嘛，唔拉份打唔得啦。就是你能这哈，一天没有你上来哈，这种是上来冇办法适合做啦，这种是唱功，这种是有介绍所，伊讲哦，自己要做啦安尼啊，一般嘅100个用，系啊，然后100个用做得啦，系冇，这种是普通一般的做到100个用啦，吼，要80-90用安尼hin啦，一张嘅啦，哟，我看到个头家生意吼。这师傅生意上哦，嘿，我因为穿了好几穿几百个人呢。哦，是讲迄个，挨学安尼学我买落，我车就可以见咯。嘿，我不卡生活都冇问题安尼。没有介绍的，说阿贝打得不错，大哥了，不能叫阿贝了。打到它断掉。无通换，来拍好无？拍完。这紧紧啊啦。做小人做个老啊，这个。2百。哎，对。大体唔免讲安尼，凊彩好好卖啊。这种是做农具的吼，跟那个脚头啦、菜刀啦、吼拍黏啦吼，这蛮简单。跟什么做事做，做饼。这种是反正吼，那到工资较高，还是做个耐做安尼，唔好讲死讲留去给他做师傅啦，唔好安尼。哎呀呐，这个吼，嘿，这个面吼，甲这个无白，啊，这个无够迄个，哦，无够直角，啊，这个吼，嘿，这个是那个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吼，啊，这个说要拍饼，拍饼啥个？这个卖拍饼，这是，你中站有遮有无？拍饼，啊，这头拗。客户来，哦，那做嘛样的吼，给他绑住。那个打他们都是一样，同样啦。反正吼，安尼他们就同样做配样的东西吼，你种今天我做个，头我做个，然后来伊，伊把样的帮我做，我就做。啊，不期来看定嘞，哦，那到过真都跟做经过啊，无乜个问题啦。你小讲啊，人东西做得唔错样啊，你小啊。宿舍青岛安尼啊，人客户啦吼，如果客户对人呢，对安尼对俺没以后啦，哦，来到安尼，足亲有礼貌安尼，也我师傅安尼跟他讲，无了我呀，他们安尼打安尼，我安尼讲，安尼这个他们感觉讲，哎，我呀安尼有他个安尼听我了以后安尼。有啦，就是有安尼青岛朋友啦，啊呢，每个朋友做客户青岛吼，就是青岛人。人家其他大别个吼，普通一门咯，就是讲罗师傅路嘅见咧，金面罗师傅路嘅见咧，大地店，伊都认得啦。
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水生风养树看今日暗向风法。台湾呢，因大家看到哦，该大体的师傅哦，有样哦，一下哦，因看到该大体都想到讲，其实呢，以前农业的社会啊，迄当道地方拢做得看到大体的个大体点，毋过呢，一下呢。其實呢，我看到大體點冇咁簡單哦，因為呢，也係工商業嘅社會呢，有啲當道呢，攏係無機來做出來嘅，唔係講靠人工來打出來。根本有請到嘅都條啊，看到嘅主角哦，都係車子龍車太高，佢打體呢都大結構嘅，係樣板也係韓國有法度，在個都市叢林當中來繼續嚟生活。聽講咧，佢嘅量、佢嘅麥、佢嘅奶吼攏動態好呢，實在係當好。原來訪問到今晡來特別來賓，車子龍、車太哥你好。主持人好。你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車太哥哦，人係68啦吼。其實呢，有時在個節目新聞當中啦，或者喺節目當中，嘛會看到接受訪問。嘅印象，根本係無強樣，根本來到攝影棚地都坐呀，接受到訪問啦。已經狀，我見狀哦，唔怕，表會強鬆。大家當上愛來了解講，其實個大體咧，有樣係無咁簡單嗬。車太哥係結構學結構嘅。17歲入學嗬。17歲今年幾多歲？今年73歲。哦，你個差4年都會60年咯。差唔多嘅。一家子。當久嘅時間呢？係啊，按17歲該當時學，係樣板的情形，我想我去學也打鐵嘅咯。一線點。係。咁辦上嚟就做一線點。為苗栗外地，唔苗栗銅鑼人嘛。銅鑼係。辦上嚟台北，喺香港該當時喺香港台北。較有好食聽，都有好食。上來台北看嘛，有冇留在銅鑼啊？銅鑼嘛唔可以賣啊？銅鑼唔過我係田中蝦呢，我總品銅鑼總品啦。哦，總品。佢算田中蝦就算啦。嗰時我爸我兄弟度先全部細，我爸哦一佢一嗰時佢講。田中蝦嘅呢柑仔店吼，雜貨店嘅。雜貨店，係。我雜貨店嗰樣是，但是哦，嗰樣大家成不清楚，全部用茶絲嘅。全部人哋4個人啦，5個人啦，6個人啦嚇，4個人。寫一個。哦。個成班一個磨啊，伊哋兄弟姊妹多啊，咁磨法多嘅成班。你排行幾嘅？嚟排天嘅。天嘅。哦。嗰陣同阿哥上落台北，嗰陣時我都加17歲間，我上冇馬條路都，如果我介紹所講冇人去大鐵店嘅去學看嚟啊呢，我好啊，冇教咁做看嚟啊呢。唔講樣辦，嘅介紹所為介紹唔去大鐵店，係咪嗰當時嘅大鐵店嘅錢較多？差係錢較多啲嘅啦，佢較酷嘛吼。錢較多啲嘅啦，個佢也有欠人啦，安尼欠茶太鐵錘嘅瓷嘅安尼。就做一部戲，可能有個生意錢吼。有安尼，因數幾百人吼。幾百哦。咁我是背面談嘅師傅嚟講佢3年就賺1000元。3年。3年賺1000元，嗰陣時1000元係60元啊，先睇。平均嘅工資來講啦，吼，一整年做得賺幾多？平均？一般人嗰陣時一年差唔多25個元。25個元。3年600。一整年600。一整500-600元啦。哦，佢3年。可裝裝油哦。哦，可裝哦。嗰陣時唐人講做可裝裝油。做裝幹裝油啊。裝油500-600元啦。所以我講佢賺咁多錢。跟住我喺度學過，我就做吼，唔卡成我都冇問題。做調價咯。係啊，嗰時阿哋有阿啲想法，所以就要在要認真學啦，憑良心講安尼。安尼你講，真做到我做邊轉來吼，
20岁。20岁上迄超都开店这样做的。呵呵呵。嗰是韩幕还有个地方吼，佢贴点仔生意也同好。个像俺个种是个私人个头家，吼，俺是给他做师傅，个头家做汉创油钱安尼。嗰下转来金米也偏开，啊像我先点发叫呐，转金米给他开，有生意就开始查了，嗰种是工业时代吼，已经开始发展的，种田的啦，吼，港田的啦，也做山的吼，根本无马有人做的，嘛个脚头啦吼，拍念啦、倒马啦吼，根本都无嘛个洗的，无马有用的，跟像咧落火的用的，跟落火一直用啊，猛去丢到，错啊，也唔会坏啊，系无？所以迄个生意就较正常。所以讲。哦，一条前开店的时间，4克几多？该卖，我看卖该大体的该4吨该一台马当贵吼。跟俺在60年刚明年60年买啦。哦。60年买，嗰样是买多少？买1万元。1万元咯。也唔止啦。也唔止咯，也几十万咯。也咱迄年听说吧，他什么10多万啦。10多万吼。按讲伊开始的时间吼，开的时间，伊开的个前几年吼，含迄冲动多啦吼，伊开始。没无伊冲咯，因为特点安尼东西哦，有只功夫术业的那生理吼，我讲，安尼东西伊都变用得，人怎么做钱？嘿，银一般银行讲用。来卖东西，哦，也讲来修理东西，叫我好用得，基本安尼同大家讲。唔免讲第下讲，买嘛哦，错啦，基本讲，哦，该嘛啥？哦，那位哦，有一间店吼，想请先生、请师傅哦，佢大概贴得当好哦，吼，当耐用哦，安尼佢介绍，几啊年当分有有安尼生意，靠人介绍。哦，唔免讲啊，表弟就原来啊。安尼几十年来吼，其实哦，个功夫吼，一定买一定係當好嘅啦。啊，像個打鐵嘅，到底去按樣板打吼，啊有嘛個注意嘅，人講吼，時常啲聽人講打鐵趁熱，吼打鐵趁熱，看到台灣看到幾個樣片當中哦，縫嘅時節當嚟打。唔要講到講，縫爭做打，糊都做唔得打。啊，到底按樣板打吼，啊打鐵嘅也過程當中發展，面對到農業社會，進入到工商嘅社會吼，到底按樣板來面對來改變咧？等下休息以後再過來講。既然無馬生意，吼，無來阮安尼做大餐嘅講咧，半年嘅以後吼，7點鐘到店方緊開始做吼。我做到暗晡頭吼，差唔多9點鐘做完，銀行啊進來，有樣哦，可能熱啥煲熱啥。同樣到咗呢暗鄉風化嘅現場哦，台灣呢同個打鐵嘅老師傅哦，樣板講佢老師傅今年哦73歲哦，打鐵打咗60年啦哦，也都有樣係老師傅啦吼，車子龍車太過吼。佢頭下講，佢嘅歌唱吼，原來吼17歲都開始學嘅。繼續來講車太過來講吼，有感受講，頭下講哦，好嘅時節咯，人嘅頭家吼，3日都穿前高橋，哦該當時該前高橋係當台前，夜下吼當然個唔止啊，吼，夜下因為講，工商業嘅社會進化到夜下。打鐵店越來越少，生意可能嘛受到當多嘅影響。也個過程攏經歷過將軍一甲子呢，哦，唔經歷嘅時間最好嘅時間到夜下無暗好嘅時間。
也系高层迄样办真在因为个地方嘛动骨架吼，由于咧来因为拢来修到台，无简单诶，迄也高层迄样办经过。嗰種是安尼做安尼腳頭也安尼東西嘅吼，腳頭拍黏嘅拍出，倒嘛拍出拍黏嘅就無馬順利。嗰種是都是當咧戲木嘅，戲木個吼有樣改手改啦吼，也講打壁吼，個壁個打咧吼，佢用個呢戳嘅吼，但嗰種是由日本嘅進口嘅。破吹機吼，專門天通嘅天通參嘅製作嘅。我啲嘅嗰種嘅。嗰時有人同我講啦，佢講老細吼，老細啊，唔做嘢呢，嗰種係很少啦，唔講老細。毋過早叫大家都要講老細，咁老嘅老吼，唔係講唔係元帥老，係講因為唔該自立當老啦。嗰時佢我講同我講吼，大參嘅生意當好，我講有樣啊冇樣吼，叫價錢比較較大啲嘅，安尼吼，啲生意吼都會當好。我講好啊，咁有樣，我講冇我試看下啊，一般啊打鐵咧吼，喺度講打鐵咧要做文師嘅啦，吼，要做武師嘅啦，用版本該文師武師，文師就年啦，專門做腳頭吼。腳頭啦，倒嘛，吹倒啦，嗰啲哦，嗰都係文師啊，文師嘅，佢做做出來賣啊咧，人客來煮文嘅。武師咧就專門吼打倒嘅吼，打個吹倒。打吹倒打住倒，專門俾本人賣。哦，打東倒啊，本人俾人賣，個人賣就錯嘅啦，所以本啊你啊，嗰陣時我想好啊，冇得。無成，既然無馬成利，吼，無來阮安尼做大參嘅講嚟，佢有樣哦，嗰陣佢同我講了，佢用嚟介紹，講參係用得咯，吼，我當然用得啦，嘅做愛叫人用唔得，做嘛，係好用咪用應啊，係啦，係啊，佢話嘅有樣，半年嘅以後吼，成利確實有樣，佢。做安尼銀行啊進來，有樣哦，可能熱啥煲熱啥吼，有便宜係嘛？同嗰陣時邊個較早做嘅有一個叫做阿財，佢喺三重埔做，佢做嗰陣時佢做吼，做嘅價錢當大，生意當好，佢喺度向我講吼，不用較價，好啊，我就天氣不用大，天不用大，我嚟做，有樣生意錢哦。嗰陣時做啊吼，差唔多走到7點，嗰陣時送細人嚟讀書，讀書7點都到點方緊開始做吼，我做到暗晡頭吼，差唔多9點鐘做完。你冇歇困哦，冇休息咯？有啦，有休當租啦，差唔多我做到9點吼，再就轉唔下。個銀行拿來嘅工作量吼，個參嘅吼根本都做唔完。啊冇請師傅，佢冇法度請啊，佢廚房細吼，啊個吼，你講請師傅，辛苦，一發唔來啦。哦，伊該安尼維持幾多年？都早晨7點做到暗晡頭9點，因為14點鐘咧。係啊，嗰陣時維持到差唔多。係10個年，20年有。加泰國吼，其實咯，其實人講，客人講68咁樣，幾年嚟同踢嚟向下啦吼，係。跳到唔會變橋，跳到唔會變橋啦。唔會啊，唔係，梗唔係要人講要技術，掌握技術嘅人吼，乜成法都冇問題。你看，高層講10個年，以後咧，經常。10個年以後，幾個我也看到吼，北埔吼較少嘅大鐵店，南埔還個有。唔過安尼我講，嗰種時吼，我做啊嗰種時，佢大參嘅嗰啲工資較吼大，算期嘅吼較大，冇人去做，係當到鐵店做安尼屬於來，冇生意啊，係嘛？當到鐵店屬於來。我做到差唔多10個年以後，有一班啥吼，
像迄我木马生理，无做大餐的也好啊。因为啊，外个拢是生理侵落啊吼，被到基隆这片的油银行拿来，跟南最差不多中辣这片油银拿到来啊，吼，佢啊普通一般。中辣嘛油大铁点嘛，基本拿过来啊，全公我拿过来，迄年龄家私较大，较大啊，也讲大的讲用得，技术较好，嘿，唔免讲，唔敢讲技术真好啦，只讲叫用讲用得安尼，用了真好用安尼，啊个叫拿来个当，这种是人头哦，说凭良心讲，做唔完啦，人头是唔多。啊，叫了年代输起来吼，叫做我做试管营销，叫做后来也差不多60人世家，跟有的人讲，无嘛生理，我多少来做安尼，所以人客吼分开啦，分散的安尼，因为有人讲，我附近的大穷乡嘛，因为很用得嘛，其实唔是这案件咯，所以哦。进来啊，生理啊，就较检查，进来就跟检查，也年龄也大啦，我讲好啊，就反正安尼，生理较少得，做较少得的安尼。外国发现讲，车太个其实吼，大体的以后，外可能个树啊、树皮啊，嘛该有买动油磷吼，唔看你了无？没讲真油磷咯，也做旧的哦，也通几通啊，个树哦要通啊，要传染，传染哦，传染哦。不过看你的身体很壮好哦。其实人说看唔出来呢。咁有氧。有氧啦，我冇相信啊，我都讲有氧啦。我相信观众朋友大家吼，看到嘛地讲，个车太讲，我讲佢73岁吼，人看到人奶油。可能60几岁、67岁、68岁，有氧嘞，年强哦，较年强哦。好啦，倒带吼，因讲到该打铁的吼，迄按样板打，按样板装模个技巧、技术在哪位吼？等下休息几后再来讲。普通一般铁的吼，送的打唔得啦，送铁就这种个用铸的啦吼，用跟那塑造的吼。铸模。铸还跟那张送铁的。哦。跟那。加温度冇安高，铁的温度较高，个送的哦，烧较风的要用的，打迄要吹的，吹铁。欢迎到这来现场哦，台湾呢同车世龙、车太哥吼，讲到佢年轻呢都也吼，70岁也50-60年来拢喺打铁的，几年呢同个铁的穷下啦吼。不过呢打球以后嘛有感情嘛，提供个铁的都带样板吼来打，怎要打到好诶，该好用诶，人下要越来越多都会好用嘛，错冇？用到好用以后讲，车师傅打铁的有样好用。我请问哦，个都带打铁的迄按样诶打，要注意嘛该。因为一般人哦唔知吼，讲本打铁，打按样板，哦，有人下慢慢有一种嘅想法啦。係啦，個若照講吼，現代嘅打鐵嘅吼，普通一般鐵嘅吼，送嘅打唔得啦，送鐵打唔得，樣板來換解送鐵，乜解係唔做送鐵？送鐵就安尼種嘅。父母燒過嘅都送鐵嘅。唔，送鐵吼，送鐵就這種嘅用鑄嘅啦吼，用嗰個塑造嘅吼。鑄模。鑄係跟你當成送鐵嘅。哦。跟你加温度冇咁高。哦。鐵嘅溫度較高。鐵嘅小風氣吼。很好，個送嘅吼，小較風都要用嘅。哦。打去要吹嘅。吹鐵。打唔得。伊嘅基本呢，都係講送鐵嘅做唔得打，做冇？對。哦，做得打係乜嘅鐵？就普通一般嘅鐵嘅。哦，一般嘅鐵。一般嘅鐵嚟講吼，但係鐵嘅唔會
东西，我讲打刀来讲吼，一天要落光才会利啦。你无落光吼，嘿个铁的吼，所以会利唔耐利啦。唔讲落光的意思係嘛？这个落光吼，就讲吼，一般也海讲吼，就讲用安尼。用鋼鐵的個材質。咩个好多中碳光。哦，也有专门卖的啦，中碳光。啊，原来个拢是磨中光行，个拢是蒙油噶哦。用的那个那么洗破茶的吼，个行路个那么咧。鐵記錄。鐵記錄嘿，鐵記錄，個來施工安尼，較好嘅來做工安尼。原來咧哦，腳頭也落光啦吼。哦。刀嘅一天要落光。掌握耐用。掌握耐用，掌握力。哦。無人講安尼講做鐵嘅，做也講種也講拍鐵嘅吼。買力唔耐力。哦，無耐啦，拍那做拍醋甲拍刀。拍兩下就吞鐵嘅。吞鐵嘅。你講做菜刀，普通一般菜刀咩咁樣？而拍鐵嚟講吼，用嘅兩下就吞鐵嘅。哦。而挪嗰啲，但係唔耐啲。哦，唔耐。按講醃光以後做嘛。吼，佢講吼，鐵嚟吼，一較噴掉嘅，一破開來。破到差唔多三分之一。光陣醃落去，等佢溶。哦，老記南做下。溶咗強下，溶落去後打等佢鹽定啦。哦。你冇溶啊，打冇鹽啊。哦，啊，咁用愛幾多文土啊，當過，係咪千人土？愛冇？怕唔知咯，怕3000土而已。3000土哎呦。嗰安尼東西所以打千難學就學，千難就也安尼東西。醃光。醃光嗰度溶吼，用同個光同鐵嚟夾強下嘛。係啊，我用到夾到強下。融合在一起。用到差唔多嗰啲文土吼，等佢打等佢夾定強下。所以千難打鐵千難好煮嘢嚟東西。一定要木做我看到。你啲用啲地圖吼，啲火炭地圖你根本看唔到。差唔多嘢嗱，看到那叫差唔多安尼，差唔多嘢，我看下。算時間。唔係講算時間，我看啊，叫佢看下，拿出來看。差唔多嘢就拿到錘。你講用到鐵用嘅嗬，用到鐵用嘅嗬，會發血，會逼鐵。哦，會逼鐵。唔拿用要鹽唔血。啊，該都看經驗嘛。做係。千難學做嘢喎。啊，要失敗時間咧，失敗以後像唔講啊，要逼鐵啊，要乜該失敗時間。樣辦，該都冇重新啊，冇鐵咯，冇效哦。冇效嘅。嚇！佢變咗變腐嘅咧。嘿，啊，做咪重新個用過？冇錯嘅，嗰啲發起嚟啊，佢全部逼。佢地圖講，本就參起咯，就存一點嘅，冇乜好。哦，啊，唔做計都做出來以後用好打好，以後都來做，唔聽我講嘅刀馬啦、啊拍刀啦、練刀啦，同啲腳頭安尼。係哦，該種係用嘢，按講嘅參嘅係咪用嘢種嘅？參嘅是貴光嘅啦，長光嘅嗬。長光咧？啊，長光較簡單啊，唔是用光啊，做喺度打邊，假如用嗬會吞鐵係嘛？吞鐵嘅就拿來會打尖安尼。所以加工就錯啦，所以啊，將人也拿轉，佢參嘅拿轉用吞嘅嘢，如果拿來打安尼。所以講打鐵嘅鐵咧都係用嚟醃光用，係然後拿出來整個打安尼。啊，個時間安尼差唔多要幾多點鐘嘅時間才有可能完成？可能打麥嘅啦，打麥嘅刀。那講打刀嘛？刀麥嘅差唔多對用啊打，可是一定要材料咩嗬？先破開來，標光。光標落去就差唔多一點兩鐘嘅啦。一點兩鐘哦。打幾多馬上打好。哦，咁樣要動發時間嗬。哎呦，嗰種是啊，做學士嚟㗎嗬。嗰種是像做刀嘅啦，打好嘢冇安尼沙輪好攞。冇，佢全部用削嘅。
做一支跟个吼，伊两支竖个徛电吼，加对同一支刀的，吼细版的吼，跟个刀的，跟个像粗个样的啦，跟刀的，做硬熟熟的理安尼，啊，佮熟个光熟出来看，毋过较俗的时间要危险无？唔会啦。毋会哦。佮伊安尼刀的吼，伊得让咧从电板的，伊安尼做个就安尼夹的吼，夹电的，哦，镀电嘿。毋要飞出来啦。唔要做啦，做安硬熟熟的理。无去吞咯，咱按挪难挪啊。错啊，无法度拍啦。一定去做上个年的嗰种是好像种熟的啦。我熟光熟出来看得到，光同铁的个色无嘛同样。无共一样的笨，钢同铁的，然后讲去托，看起来色，拢喺雾的啊。你熟了金的啊，哦，熟迄金的吼，有条前面迄钢迄啊，唔咩？没有。铁咩咩金，光咩金，但是有一条线，佮夹的顺啊。嘿。哦，我看过看迄个刀嘛安尼，错无？啊，夹旁边挑前呀，金嘛，迄包迄雾的嘛。啊，机啊旁边要染个铁防油漆的线迄啊。有条线哈，佮光同铁啊染啊定甲吼，有条分隔线，分隔线安尼。哦，看得到啦。我哋讲，个大铁件吼有样动热错无？个温度唔个少个铁的时间，温度动过啊安尼三伏个做会掉，无法度用冷气吼。无法度啦，佮天都做三伏的，佮无做，你无做三吼。嘿。佮碳的碳的吼个盐吼，佮火吼，比身上要用。哦，要用哦。要用。伊个流汗啦，晓无？哦，流汗了，要夹个要用啊，所以一定要做人带衫样做电的，咱唔能用。啊，毋过爱动啉水，时常啉水吼，因为佢个看唔爱大铁的时间，佢看动烟咧，爱说起讲，开始有样有样。嘿，有样动艰苦哦，真艰苦。其实啦，俺老师话讲，去用杂西话去到安泰吼，已经加啊来去来无简单嘞，有样无简单。也其实原来迄速度动辛苦呢吼，也够长呢，错冇？个有样。嘿，有样。不过吼，用影响最深的，迄嘛家也生发过程当中，影响最深的。我主要呢讲，有安尼拖到不养吼。销量啊，生意呢又卖物的吼，做上是生意好个，又卖茶，大家迄呢，就还了，我要了啊呢。哦，安尼唔都当蛮足的啦吼，系啊，看起来车太高都会安尼，当老师咯，叫讲，爱吼，佢个最太神手哦，都会讲，爱要托本用，因为啊本用。太数也应该係唔可以查啦，吼。哦，對部卡嘛動負責任啦，吼。有啦，吼。也看得出來，車太哥佢個滿足嘅表情哦，都係講，其實呢，佢對佢嘅人生嘅成分吼，已經非常嘅滿足啦，吼。到底呢，面對到以後嘅種嘅社會形態嘅改變哦，從也大鐵點越來越少，生理可能嘛受到影響。車太哥佢嘅心肝度啊，有乜嘅想法？係咪講，那有後生人上學嘅時間，係咪有一隻機會呢？定下下嗬，再過來討論。今年吼，有啲加拿大大學畢業，今年來台灣學大鐵，安尼。我是問佢我唔太學通話嘅，叫學電腦嘅啦。哦，電腦。哦，電腦工程師，你咪安尼做，叫我興趣係安尼。嘿，叫我安尼講。可能你想買件物分野味吼，有人食下迄落雲南，示範油啦，吼，學你做你講學安尼學我嘅示範，你學我嘅我件大本做啊，係咪？但是示範油你買無雲南，你較難得。
我想到咗來暗鄉風化嘅現場哦，台灣呢同車太哥講到同道吼，其實呢，看到車太哥從年輕17歲做今年73，尾60年來阿媽靠到打鐵嘅也嘅身上嘅技術吼，又賺到錢啦，又賣緊屋。有老生人嘅土態，安尼呢對佢人生來講，佢當滿足啦吼。不過呢，其實呢，看到也個時代嘅轉變吼，對伊下來講呢，一大鐵點吼，確實係幾來幾少。車太公嘅창문哦，最多嘅時間吼，北部地區大鐵點會差唔多幾多間地冇？嘿，但像新店文山吼，新店嗰邊咯，就6、7間。好。6、7間咯，新店都6、7間咯。係啊，嗰種是當到嘅6、7間以上。偏偏又冇講。係，該都開始嘅時節北部當道啦。係啦。也係視察啦，或者講去我都咩，在嘅街路上當難去尋到大地點咧。大地點冇嘅啦，無人做嘅啦。路邊嘅全部退休嘅吼。後生嘅無人去接。哦，有樣咧，因為我咪吼有一班人喺我講，水神人唔該吼，台邊有看到大鐵點吼，然後買依期嘅較好嘅菜道，看有大較好嘅菜道在哪？我帶去南投嘛，南投嘅水利行，南投嘅水利嘛有一間大鐵點。我佢現間嘅大做做的，依間嘅大鐵點吼，做文史嘅大鐵點做做的。文史嘅都做得嘛吼，我都想講，以前其實吼。街路吼，時常都有看到，時常都看到，也都當然看到。唔講，也係時代嘅轉變來講吼，唔會感覺講，個是講有人喺度同來學習嘅嘛。有啦，嗰啲亞單叫吼無人上吼，主要今年吼有啲加拿大，他要畢業，今年去年畢業，今年來台灣。家妹是台灣人啦。夾爸是加拿大人，是佢講來台灣，佢種是家姨嘅吼，家阿姨啊，其中下隔壁嘅樓上上班啦，佢上過啦，咪叫做學大鐵，叫做佢嚟人講學大鐵咯，唔嚟用乜講？我是問佢我唔太好通話嘅，叫做天路嘅啦。天路。天路工程師，你咪安尼做，叫我興趣係安尼。比如話安尼講，當然要本面吼，我學來學啊，做得啦，係嘛？有本事吃看啊嘛？有就吃啦，吼，做差唔多3個月嘞啦。不過平常時哦，他個安尼你講吼，做啲家搞下經濟方面啦，吼，因為家妹同家爸本面離婚。我跟阿爸有伴阿妹，有個冇叫冇，結果今年冇學安尼。學安尼你想買件屋伴阿妹啊，有人食下迄落雲南，示範有啦，吼，學你做你講學安尼學屋嘅示範，你學屋嘅我嘅都大半做啊，係嘛？但示範有你買個雲南，有較難得嘅。係香港，我轉去哦，先學轉去加拿大，有人喺講。也啦，學物嘅，還有安尼啲有發展咧，係有發展咧呢。唔通安尼冇嘛發展，但是示範一定有，都無效啊，係冇。你買嗰個根本買唔起。我是安尼嚟講，不過佢常常也去看我去啦。如果拿台灣嘅身份證吼，我去做兵。所以也半夜13去做兵嘅，我去做兵嘅。做兵叫做叫轉去加拿大。轉去加拿大。我講起佢，我你存咗錢，我學生嚟學。我喺嗰陣時係要做，你學生嚟學。也係唔睇咧書嘅土地啦，佢跟外國人學嘅安尼有安尼誠意啦。同交通咧，佢會講國語嘛？有啦，佢會講。會講。家妹都台灣人啊，要搞佢講敬語，講唔乜語轉啊，安尼。用佢去加拿大是英文同法文親強啦，安尼吼，法文較強啲啦，安尼。其實我哋想吼，車太哥，我從哪個嘢角度來看吼，佢喺外國人，佢哪來學打鐵嘅，佢啱要買點咧，佢哪學曉以後吼。
全台湾敢若记一件係外國人，啊，其他就改變，然後喺大鐵店吼改做無窮樣安尼。本人參觀，旁邊來開餐堂，可能要生意唔會賣哦。唔敢去想到一種嘅無窮樣，人講我創新。其中講大旗嘅名，我羅水城我來看參觀，講羅水城來到乜嘅赤鱲大鐵廠哦，每一年今年幾多號來到安尼都感覺唔會賣啊。青島啦，跟那個天師島，我看天師島都安尼工業吼，安尼即Q 工業吼，有影安尼滅啦。係啊，都係創新嘛，都係創新啦吼。像唔該點嘅啲迄像個新店，迄新店也金面，算金面嘛吼。算金面。金面。羅斯福路金面。哦，金面嗰邊，金面唔該弄個太樓，旁邊弄太樓呢。我個建設要影響有人抗議嘛？唔會啦，我個20就做，我木頭也冇做，也冇做木頭嘅啊。係。原來做木頭有啦，下擺會有班呢要講。因為夾吼，要吵。個鐵錘抹啊遐，天東鐵錘抹啊下吼。樓上嗰個天師傅做那做呢。其他都鐵桶呢。係。也低啦，他個也低啦，你家己做細啦安尼。也攏喺20條張做。係20條咁做，也唔好吵人啦。係，攏幾多點開始在做？哦，差唔多8、9點鐘就做。8、9點做，做到5、6點都下班。係啊，上下班都做嘅啦。係啊。假日禮拜六、禮拜日冇做啦。禮拜六係做啦，禮拜日冇做啦。哦，面對到也嘅社會嘅轉變吼。因為講，也那講有樣，像計外國人愛來學，唔會教佢，唔會教佢吼。那要講，當到人講，以為後生人啊，馬上比講阿爸阿媽講，無伊學看啊安尼，唔會教佢嘛。可以啦，我知道咩個，迄人上學吼，培養佢來，我教佢可以教佢啊，係嘛？但是教佢吼，你要做就做。哦，也講下擺我真嘅冇做，我你個想做，我嘅點做本佢做，安尼也做得啦。因為我70人歲，係嘛。係啊。有想到愛過做幾多年冇？冇安尼想法啦。冇安尼想法。我是講，我還不停要做就家咁做係嘛。係。哎呀，體育卡吼，規日看電視也沒辦法啦。哦，我出來天網哦，天網又有人學，又個白連沙哦，他個說。要來打嘴鼓啦，講話啦，說嚇，攏從買茶的啦吼，要不就過來，大概他哈啦，隔壁個全部過來帶到去了，那個算開放式的吼，從來咧做奶水講退休講，伊上到迄陣我去點樣坐定了下來。因為講亞種嘅大鐵嘅技術吼，以後。要隨着應該社會嘅變遷，都攞梅完全冇停冇，有可能冇？有可能是有可能，但是嘛，可能要加減含油啦。唔像日本吼，我看啲電視吼，日本佢這東西冇得修理，冇得髒嘅，快全部係吼賣新嘅。但是我係看過間嘅大鐵店喎，有啲嗰種時我看啲電視吼，有啲大學生，家爸做醫生，哦，家爸佢讀書冇乜好啦，佢學打鐵啊，有哦，佢就一下行安尼哦，佢做前年的去年的電視我看過。唔要去日本看冇？冇啦，我冇去看啦。哎呀，唔也都看，因為唔想講，安尼唔爭地講創新，日本人咧做乜嘅，人哋做乜嘅，錯冇？係啊，也咪唔會查呢，所以因為講應該唔會磨鐵啦吼。應該係可以係加咁做炭油啦。唔像我有個修理菜刀吼，你刀柄壞啦吼，即攞菜刀啦吼，哦，也柄壞下嚟啊。我係先你係有人拿嚟做嘛？哦，動人拿嚟。買動人，有啊！我看到個影片當中吼，台灣看到一開始嘅時間都動到啊，然後個2、3下都來，愛種物界，愛做物界，係千多人係呢種動到吼。其實咧，我想講，車太過吼，佢也身體係
同空间啦吼，同好啊，合做咧做啦，起码感觉讲，赚钱嘛，同好嘛，同快乐的事情哦。当然，后生人啊，上来学，也下嘛做得好。其实嘛，某一天哦，可能有人吼，抢爱摕我讲也种嘅想法吼，可能其他做得改变学巧以后吼，嘛係有呢種嘅新嘅 Q 時代嘅工業，嘅有數工嘅工業，利用現代社會嘅行銷嘅方式吼，來創造自家無窮樣嘅事業嘛吼，也係非常重要嘅。我想嘅創新改變吼，也都係可能做得本後生人來傳承嘅地方。差唔多。今天非常感謝車子龍車太哥吼，誒打鐵嘅老師傅吼，同人講按道吼，讓人大家地講打鐵店吼，其實呢該賣嘅菜刀一下都做得那講市面上賣嘅菜刀啦、拍刀吼。理同理一開始，唔過無耐用，唔過打鐵點打鐵出來嘅cái東西呢都耐用吼。真為耐用，嘿，耐用。講嘅東西真耐用。嘿，我業講真為耐用啦。好，非常感謝車太哥接受人嘅訪問來到節目當中，希望吼生意越來越好，吼，做得差唔多個事誒。將顏色可能調太調落去，冇適合嘅啦，潛嘅較年強嘅、較後生嘅，那要觀眾朋友唔嘅冇卡要嘅細路上去學嗬，嘛做得同樣就嚟落啦嗬，好嘅，其實嘛唔可以查，每一天哦做得創造無窮樣嘅事業喎。好，感謝車太哥，也感謝觀眾朋友大家收看，下次見，謝謝，謝謝。